OK，歡迎大家再次嚟臨福匯亞洲外匯交易網上講座。咁我姓李嘅叫 Victor。咁啊，過去好多時間都同大家傾翻有關於外匯嘅走勢㗎啦。係啦。咁喺開始之前呢，咁一如以往我哋講解翻個風險披露聲明啦。咁要了解翻啦。咁投資應該知識翻有關於外匯嘅相關一切風險。如果有任何疑問呢，請向你嘅獨立財務顧問呢尋求意見。好，事不宜遲啦，咁我哋都係時候講解翻有關於過去禮拜發生咗啲咩事啦，嚟緊有啲咩數據等等。咁就睇翻 Victor 嘅一啲相關嘅報告都知道啦。咁啊，上個禮拜呢，四大央行都分別提供咗會議紀要。咁喺會議紀要之後呢，咁啊簡單嘅見到啦，好多非美嘅貨幣其實都偏向走弱為主。咁而同一時間見到美金啊喺呢個禮拜曾經有時創嗰個近期嘅新高咯。咁啊呢種嘅情況扭轉底下呢，咁啊為國後市咧就帶來咗啲嘅啟發，咁所以今個禮拜有啲咩重要嘅數據，又或者嚟緊唔同貨幣對嘅走勢等等咧，都會成為咗我哋今日嘅焦點啦。OK， 事不宜遲，咁我哋首先講翻幾隻主要貨幣對嘅剖析先。好，第一隻當然我哋要睇翻歐羅對美金啦。嗱，見到啦，咁歐羅對美金咧，之前 Victor 都講過啦，其中一個重要嘅關鍵水平咧，就喺翻呢個1.3300嘅位置等等。咁見到啦，上個禮拜一段時間經已跌穿咗關水平，兼且見到琴日低開嘅情況底下，雖然曾經一度重上翻1.33位置，但係都最後失守。咁今日基本上1.31嘅位置都唔能夠成功維持得到。咁啊睇翻自從11月13號開展嘅一個上行走勢咧，基本上已經陸續跌穿啦。我哋見到喺蠟燭圖嘅形態嚟講咧，幾個位置都已經失守咗，而再加上未能夠再創立一個新嘅前高啦，咁喺位置1.37嘅位置已經急速回落。咁目前嚟講，我哋少少都會關注翻嘅就係另一個嘅前高水平，大概會1.311嘅位置，咁亦都係貼近翻今日 day high 嘅水平嘅，咁樣所以見到，若果呢個位置未能夠重新再收復，反而再向下沉嘅話，純以技術分析去睇呢，咁基本上呢一個嘅上行走勢經已完全完結，咁下一步呢，有可能再試翻可能一啲另外前低1.288啦，甚至乎更加即係比較低位嘅1.280嘅位置等等。咁目前歐羅嘅有個比較明顯嘅回調，都係一個可以預計嘅範圍之內。咁因為始終我哋見到意大利嘅選舉政策個結果，其實就未必合如大家嘅情況所預嘅料啦。因為原本預料嘅可能即係單黨獨大嘅一個貝沙尼能夠成功就任啦，咁最主要嘅關鍵就係，好大機會同翻蒙蒂合組一個叫做聯合嘅技術政府，咁啊可能會繼續維持翻緊縮開支政策。但係今次被譽為一個意大利市民公投呢個緊縮政策嘅選舉裏面呢，結果唔係咁。咁我哋見到好多結果比較分野，冇一個政黨可以攞到絕對嘅優勢而籌上一個政府，咁所以我哋見到有大型嘅機會未有一黨能夠專政，甚或至乎過幾個月之後咧，可能會重新選舉。咁種種嘅情況再湧現翻啦，加上貝雷斯科尼都有機會可能問定一個比較前列嘅位置。咁啊，早期一啲嘅量化寬鬆政策可能又會再一次重現啦。咁所以你見到呢個情況底下咧，歐元嘅走勢咧係明顯走弱。咁但係意大利嘅政局嘅消息咧，其實已經慢慢得到消化。咁所以你話能唔能夠長期地令到歐元再繼續下沉咧？似乎目前出現咗一個少少嘅回調。咁但係啦，喺個下行軌道咁強大情況底下，其實有啲似重蹈翻早前英鎊個覆轍，千祈唔好喺呢啲位置咧，稍為做一個逆向嘅買賣，反而應該再留心睇定個位置，睇下會唔會係再有下跌空間，甚或之乎回穩先要再做。嗱，而另一個咁，相信大家都一直都有聽 Victor 所講噶啦，因為經常性 Victor 咧最關心或者最容易叫做最針對去睇嘅，就必然會係英鎊呢個貨幣對。再一次話翻個黃金分割兼且增加埋其他相關嘅數字，你見到基本上試過1.63失敗，回調之後1.5681同埋1.55經已完全失守。咁啊，其實上個禮拜主有兩個嘅重要數據嘅，其中一個數據你會見到大概類近3至1.5260嘅位置失守啦。原因就係在於英國央行已經宣布咗一個政策，有可能嚟緊會
擴大個資產購買規模，因為個投票比早前再多2票，呢個可能性似乎越嚟越大啦。而另一個嘅我哋細緻啲去睇，係啦，跌穿咗呢個水平，未能夠守穩，兼且喺第二日裂口低開嘅，相信大家都有留意到啦。咁就係因為喺穆迪咧，終於宣布咗將英國嘅評級由3A 變做 AA1，雖然前級定位都依然係為穩定啦，咁但係呢個評級下調咧，都係英國首次失去咗3A 嘅評級標準，咁對匯價有好大型嘅沉重嘅打擊。咁所以見到開市咧，曾經低開超過80點咧，喺1.05、066等等邊緣度開市。咁但係咧，雖然之前咧，其實 Victor 係不停就唔睇好英鎊嘅發展啦，其中最大兩個因素就係，睇到英國有可能雙底衰退，然之後引發到有機會引銀紙，兼且評級遭下調。嗱，之前嘅預期已經陸續兌現啦。首先，即係擴大資產購買規模嘅機會越嚟越大，兼且的而且各地評級下調咗。3個隱憂嘅事件當中咧，基本上2個半已經慢慢顯示出嚟。到底一個匯價會唔會再一沉百踩地由高位1.63一支自然咁落到1.50，超過1300點嘅跌幅，究竟會唔會再維持落去呢？其實係好值得關注。咁所以而家喺蠟燭圖形態嚟講，低位守穩回調再上係底部嘅一個支持。會留意翻嘅就係會唔會再逐級重返翻上嚟，因為始終當一切嘅壞消息都公布嘅情況底下咧，基本面就已經唔會再有太大而沉重嘅打擊。咁所以呢個都會可以成為一個考慮因素。咁你留意翻今禮拜英國有翻數據公布，都可以成為一個大家參詳嘅地方。美金對 yen 都終於出現咗一個大型嘅回調啦。咁我哋見到喺琴日開市嘅時候，美金對 yen 一度再創下近期嘅新高，大概挨近94.60啦。咁而呢個匯價之後呢，其實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大型嘅回落。咁如果純以蠟燭圖形態嚟講，我哋見到依兩支蠟燭呢，即係最邊緣嘅依兩支蠟燭咧，其實個走勢都比較差。即係一支係完完全全可以升得上，純以呢兩支蠟燭嚟講，一支吞噬嘅現象。開市開比佢更高，然之後收市比佢更低。咁再加上一個前低嘅水平咧，咁早前一直堅守住好多次嘅92.25咧，都曾經有時失守過。咁今日雖然有調整啦，咁但係普遍波幅都喺92嘅邊緣度走。短期都要留意翻，究竟日元有冇可能，即係美金對日元有冇可能重上翻呢個有利嘅水平？如果唔係嘅話咧，投資者要開始考慮一下會唔會有個逆轉嘅情況出現啦。因為大家可以諗下，想當日一系列嘅政策推出台，點樣去擴大資產購買規模啦，點樣無限量嘅印債啦，又或者係調高通脹水平，經已一一落實。然之後呢，我哋見到出現咗陸陸續續國際間嘅干預。G7 又好 ，G20 都好，認為日元過分貶值咯。再加上而最嶄新，亦都可以話叫近期唯一新鮮嘅新聞，日本選出新央行行長之後，似乎都唔會再有太多突破性嘅消息，繼續支持日元走入去。咁所以你見到高位大幅回落係一個預期之內嘅事情。咁一直我都 Victor 同各位投資者講啦，回落係必然會出現嘅事。只不過大家記得做投資嘅時候呢，要貼近翻 Victor 早前成日所講嘅3日平均線嘅睇法。平均線已經跌穿，兼且失守埋20天嘅平均中線。咁而家叫做增持緊係有關嘅水平。咁要陸續咁睇翻啲蠟燭啦。若然再跌穿有關水平，甚至乎比琴日嘅90.87都還要再低收嘅話，有機會會再下試翻50天平均線。咁所以如果你話再好似之前嗰啲單向性睇升嘅一啲單呢，應該要陸續地減持平倉離場啦。嗱，由於最後我哋都會用澳元對美金作為一個短線嘅交易建議啦，咁所以而家都會簡單講下紐元嘅。嗱，紐元嚟講，其實交易上係長時間都處於一個區間嘅盤整階段，咁但係你見到整體上個下行走勢咧都係延續緊嘅，咁所以你會見到佢3番4次都有一個更加高嘅低位。係啦，你會見得到，即使近期嚟講咧，回到一個比較低檔嘅位置，但係都喺大概0.828嘅水平咧，有明顯嘅支持。咁呢個水平情況底下咧，其實都亦結咗一個關鍵咧。我哋見到好多唔同嘅貨幣，譬如歐元啊、日元啊、英鎊等等，相對貶值情況底下，亦都令到一啲高息嘅貨幣，譬如澳元同埋紐元咧，就被逼個價值
係高於佢應有嘅水平。咁所以早前紐西蘭央行行長都表明，其實對於紐紙嘅貨幣似乎有被高估嘅情況出現。咁所以見到高位層嗰時都有個明顯嘅回落。咁但係見到其實紐紙嚟講都處於一個比較窄幅嘅一個區間位置度啦。雖然曾經有時高見到0.8533，但係預期短線都會喺翻大概0.8281同埋0.847之間徘徊。咁中長線嚟講都會睇好翻紐紙嘅發展嘅。始終紐西蘭嘅國家個地產事業啱啱開始再興盛啦。咁再加上佢個明顯嘅息率差異咧，都對紐紙一定嘅支持。咁如果大家想追求一啲叫做相對比較中長線嘅，或者嗰個回軟回調嘅力度冇咁大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可以嘗試下喺個低位度，可能用翻平均線做一個參考，然之後睇翻究竟咩位置咧，可以係一個買入唔錯嘅買入水平。係啦，咁睇完主要嘅貨幣之後咧，咁我哋都要睇翻美元嘅走勢啦。咁最近嘅美元走勢我哋大家都見到啦，就陸陸續續破頂嘅。咁基本上每一個前高都已經突破咗啦，已經創下咗近期嘅新高10449嘅位置。嗱，美金嘅水平咧都一定要留意翻啦，尤其是今日咧，如果你睇到咧，今日已經係2月尾啦，喺今個禮拜5咧係新嘅一個季度嘅開始，亦都係3月1嘅開始，亦都係好關鍵嘅美國自動削債條例產生嘅時間。咁所以我哋會見到預期嚟緊呢一兩日啦，當個市場焦點逐漸脫離翻早前嘅英國啊，甚至乎日本之後咧，會聚焦翻喺美國嘅身上。究竟民主共和兩黨就呢個自動削資嘅問題有冇達成個協議呢？原本對美國係件好事嚟嘅，始終債務高企，減少支出係件好事。但係講緊一旦減少支出嘅話咧，總共係佔據咗以美國國民生產大概0.6%。喺而家增長嘅衰索嘅情況底下咁大呢，其實見唔到美國真係有突然之間可以能夠撤資去運用喺啲日常嘅使費上面呢，能夠做到呢一個地步。咁所以見到呢個政策預期，當然我哋作為投資者都已經見過啦。早前年底嘅時候，對到最後嗰一刻，民主共和兩黨都總會達成個協議。咁所以市場預期呢一種嘅模式都會再一次複製，所以暫時市場都未話好驚恐，或者對於呢個市場對於呢件事嘅焦點擺好多。咁睇翻個美元指數裏面咧，除咗前高1.0324係一個支持之外啦，咁喺黃金分割0.382位置，大概10248咧都係一個唔錯嘅支持水平。咁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市場嘅更新嘅，咁簡單講解一下啦。咁我哋見到啦，上個禮拜澳洲央行公布咗2月嘅會議紀要，兩大重要內容咧都係分別提到第一點，澳元匯價高企；第二點，仲有減息嘅空間。咁所以你見到澳元能唔能夠成功反彈呢？個機會真係唔算太大。咁詳細咧，我哋陣間會喺個焦點嗰個貨幣對裏面會再講解下。第二，英國央行個貨幣嘅會議紀要啦，咁引來一個更大嘅揣測啦，因為始終佢由原本嘅得1票支持，到而家有3票支持，理論上只要再多2票嘅時候，就能夠成功擴大資產購買規模。咁基本上市場預期之後呢個匯價已經急跌㗎啦，咁所以到咗之後真係一旦落實嘅時候，預期相對嘅影響呢未必會太大。美聯儲同樣地上個禮拜都有表達到個會議紀要嘅內容啦，咁再一步有會員係討論緊撤出量化寬鬆政策嘅可能性，兼且開始提及咗啦，喺而家呢一個叫做仍然受量化刺激嘅經濟裏面，究竟撤出之後會有啲咩惡性嘅影響呢？有啲咩變化呢？或者有啲咩相關嘅應對措施呢？都一能夠成為咗我哋嘅討論內容。咁最後當然穆迪成功下調咗一個英國嘅政府嘅債務評級啦。預期另外嗰2間嘅評級機構或者都會跟隨呢個步伐。咁但係始終呢一次係英國第一次3A 嘅評級遭下調，所以個影響都係非常之大。未來一周嘅重點當然都會繼續延續落去嘅。咁第一個當然係意大利大選嘅投票結果啦。去到 Victor 而家呢一刻呢，暫時都未完全公布結果嘅。咁但係似係已經絕大多數嘅票都已經係即係成功檢核啦。咁都好大機會唔會有一黨專政嘅情況。咁可能會需要籌組呢個聯合政府啦，甚或至乎會再進行一次大選嘅。而更重要嘅嚟緊，伯南克美聯儲主席都有2次唔同嘅講話，而今日夜晚香港成11點呢，就會第一個係參議院金融委員會嘅講話。
當然啦，呢個講話其實即係大家都必須要即係投放好多時間心機去留意啊，因為始終咧今晚呢個講話裡面主要分咗兩個內容。第一個當然就係主席嘅一啲自己已經準備好嘅致辭，而第二個階段嘅時候就係在座咁多參議院嘅成員去問翻有關於相關嘅金融政策。咁無可否認地咧，撤出 QE 3.或者 3.5 嘅呢兩種情況咧，都會成為咗市場嘅焦點。咁喺呢個情況底下，伯南克每一句嘅回答或者佢嘅應對，或者到期時有啲咩唔同政策，都會成為咗好大嘅關鍵。咁所以咧，預期翻大家啦，要留意翻今晚11點之後呢個匯市可能會比較波動。咁同樣地咧，之後除咗喺參議院之後咧，美國眾議院都會有講話，都會成為翻市場嘅關注之一。除咗美國呢類型嘅講話之外咧，都要留意翻啦。咁啊，英國第四季嘅 GDP 啦，咁就會喺聽日下晝5點半會公布。咁由而家英國個走勢咁差情況底下咧，可能會各個民生總值提供咗另一個嘅方向後市嘅走勢啦。咁而禮拜四瑞士又公布翻第四季嘅 GDP 啦，而同樣地嘢晏少少時間咧，歐元區會公布翻1月份嘅消費者物價指數嘅。除咗啱啱所講一啲叫做歐洲區嘅資料之外咧，咁都要留意翻啦。今個禮拜其實美國都有一啲比較重要嘅實質嘅數據嘅，譬如今晚11點鐘都會出翻個消費者物價信心指數啦。咁然之後禮拜四咧，美國都會出翻第四季嘅 GDP 嘅修正值，而在禮拜五晚上壓軸會出上去就係 ISM 嘅製造業指數嘅。咁今個禮拜焦點貨幣咧，我哋會睇翻澳元對美金啦。咁如果我哋睇翻早期時由澳洲由高位由 1.06 去跌到個低位 1.022 左右嘅時候，我哋畫咗個黃金分割，我哋見到喺當中 0.618 大概 1.03667 嘅時候咧，就會一個好明顯嘅阻力嘅位置。而呢個阻力位置亦都係我哋叫做而家喺4小時圖裏面見到澳元對美金嘅一個區間頂部嘅位置。咁啊，頂部去到 1.0368 左右啦，而底部就 1.0222 水平之間盤整。你見到平均線好多時都係左穿右插，而蠟燭圖亦都係上下盤整等等。咁我哋見到平均線至中嘅情況底下咧，都表示緊呢個市場都以區間為主啦。咁但係短期嚟講，因為澳洲都未曾正式減息，減息壓力存在，再加上央行唔睇好貨幣嘅前景，認為有必要再下沉修正空間，所以見到啦，我會建議翻投資者啦，咁我哋睇翻一個比較高位，尤其是區間頂部未能突破回穩之後，大概 1.035 位置賣出，目標睇翻區間底部上少少嘅，大概 1.0230 嘅位置。若然你發覺匯價能夠成功突破咗區間頂部，而重上 1.0410， 亦即係黃金分割 0.5 嘅位置嘅時候咧，就有必須要減持，甚至會全部平倉。而另一隻焦點貨幣都要介紹翻咧，就係歐元對澳元嘅呢個交叉盤啦。咁歐元對澳元咧，我哋純以一個技術嘅分析嚟講，首先見到一個上行嘅底部嘅支持線繼續延續落去啦。咁而早前嘅一個嘅前高大約 1.2800 位置咧，都帶來一定嘅支持水平。咁喺現價嚟講啦，可能都已經少少嘅跌穿嘅位置啦。咁但係啦，喺呢一種情況底下，我哋必須要等待翻其中一個信號，就係話，喺歐元對澳元呢一組嘅貨幣對裏面，10天同20天均線咧開始出現一個疑似嘅交叉。若然你見到佢真係出現咗一個嘅死亡交叉嘅時候咧，就可能稍為唔需要去進行一個買入嘅水平。但係若果你見到匯價守穩，再重新向上，甚至乎突破翻10天、20天平均線嘅水平嘅底下，會建議翻投資者可以喺 1.2920 買入，目標價設喺 1.3170， 而設止損喺大概喺50天平均線以下 1.2770 等等。咁但係必須要留意嘅，因為呢幾日嗰個歐洲盤啊、歐元、英鎊、瑞郎等等都波幅都非常之大，咁所以咧都必須要再緊密咁留意翻當其時市場情況，再制定翻唔同嘅交易策略。咁最後都簡單介紹埋福匯亞洲嘅專櫃賬戶啦。咁要了解翻啦，我哋目前提供翻1對1嘅諮詢服務嘅，係啦，咁亦都有啲唔同嘅每天嘅市場資訊啦，每周嘅外匯簡報等等。咁同樣地啦，如果客戶嘅資金量足夠嘅咧，可以享受更低嘅交易費用，甚至乎1對1同 Victor 可能講解翻，究竟個貨幣走勢啊、買賣啊、時間等等，有啲咩需要留意嘅地方。嚟緊嘅時候，我哋到2月份都會有埋聽晚仲有一個叫日元套息交易嘅專題講座，咁當然會談到翻究竟日元個貶值嗰個持續性啦。咁而家似乎個匯價開始逆轉嘅情況底下，究竟日元仲會唔會有套息交易嘅現象呢？全球央行嘅政策究竟點樣走呢？
都會成為咗聽晚嘅焦點。而另外題外話啦，咁啊各位即係尊貴嘅帳戶都要留意翻啦。喺3月尾嘅時候咧，咁 Victor 都會舉辦一個專門針對尊貴帳戶嘅一個短線交易嘅講座，詳情可以喺翻網站 fxmasia.com/tc/seminar.php 度留意翻，咁都會見到我哋最新一輪嚟緊3月嘅一啲嘅新或者已有嘅講座啦。聯絡翻嚟都係同聯絡翻24小時嘅熱線啦，2190116，網上諮詢 www.fxmasia.com。如果有興趣嘅或者有其他問題嘅，都歡迎發翻電郵俾我。咁啊，今日嘅時間大致又去到嚟呢一度啦。咁啊，各位記得要留意翻有關於最新嘅市場走勢，嚟緊有啲咩需要留意嘅情況，都會必須要知道。係啦，咁有啲情況嘅，再同你聯絡翻，唔阻你，拜拜。